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是12月25号呢？因为我们看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耶稣是在12月25号出生的，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没有讲这个日期在哪一天。那为什么是12月25号呢？这个我们要去了解，在古代的欧洲，罗马人他们所信奉一个农耕的神，叫萨图恩。那这个神是掌管这个农业耕田的。那么冬天大家都知道不能够耕田，所以人家当时的人就利用12月中到1月头的时间来庆祝，希望能够过了这个寒冬，能够迎来春天。那所以他们在12月中到1月头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庆祝的、欢乐的这个 party 还有呢，他们要吃大餐，要探访亲友，交换礼物。就是很高兴，好高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禁止信徒去参加这一类异教的活动的，但是教会怎么样去禁止都好，信徒还是参与这一种庆祝的活动。那后来到了这个公元350年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宗叫卢勒一世，就是 Julius First， 他就颁布就说，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在12月25号。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说，既然信徒你不准他们参与，他们还是参与，不如就把这个异教的这个节期转为基督教的节期所以信徒一样去参加这一类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个意义就不是为这个 Saturn 这个假神，乃是为到主耶稣的诞生。这个就是12月25号的由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真的不是这一天出生的根据圣经里面有一个叫住棚节我们很多圣经的学者研究都推算耶稣应该是在住棚节的时候诞生，就是在9